黃巢之亂。喺唐朝後期，由於朝政腐敗，民不聊生，好多百姓都唯有揭竿而起，反抗暴政。喺唐僖宗嘅時候，嫌犯王仙芝喺河南起事，山東人黃巢起義響應。後嚟王仙芝敗亡，黃巢繼續統率王仙芝嘅殘軍，仲自封為衝天大將軍，由山東長驅直進，南下至長江南北，最遠甚至攻佔廣州。佢最後領軍北上，攻陷洛陽同長安。唐僖宗唯有帶同少數宗室親王，倉皇逃往四川成都避難。不過黃巢攻入長安之後，只係顧住稱帝享樂，無意管束肆意燒殺搶掠嘅一眾部下。當時就有人提詩譏諷黃巢昏庸殘暴，黃巢立即派人去捉拿作者，捉唔到就索性將長安城中3000幾名儒生全部處死。昔時繁盛皆埋沒，舉目凄涼無辜物。呢首詩可以話真實記錄咗當時長安百姓被黃巢迫害嘅慘況。